花莲地检署咧侦办诈骗集团的时，去查到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涉嫌用买卖虚拟货币方式替诈骗集团洗钱。检方去敲代表会甲李正伟的徛家，复讯了后是100万交保。为着要调查花莲市代会主席李正伟所开设的虚拟货币公司，敢是涉嫌为诈骗集团洗钱，检警19分几啊路，搜索包括徛家、甲市代会，抑个外观市17个地点，查扣手机、电脑、书面资料等证物，传回12个人精神。民意代表李姓男子利用其名下公司之账户收受不详诈欺集团诈骗被害人汇入之款项；另一方面，由陈姓男子及张姓男子以虚拟货币交易之方式，刻意规避金流之追查，而李姓男子及其助理魏姓男子则于111年7月底至8月间，自该账户提领1921余万元。这个案件主要是刑事局去年侦办一个诈欺案，发现诈骗集团将非法所得透过虚拟货币洗钱，其中有大量不明款项。专业李正伟伫新北成立的公司了后，各方提领，因为时间点甲金额同款，怀疑涉嫌协助诈骗集团洗钱、赚手续费。经检察官复讯后，认为李姓男子等12人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重大，而预令李姓男子交保新台币100万元。至于个人币商及上游的币商张姓男子则交保新台币100万元，其余个人币商及相关的犯嫌则分别预令交保新台币5万元至10万元不等，或限制住居。审理主席交保了后，是透过信息回应，感谢各界关心，也毋过因为侦查无公开，现阶段无方便说明，也毋过强调会争取清白。记者综合报道。